今次同大家介紹赤坎古鎮。呢個古鎮保留咗600多棟嘅騎樓建築，處處都係特色嘅打卡位，仲有大型嘅打鐵花、舞火龍同埋煙花表演，精彩嘅內容你唔好行開啦！你嘅訂閱係我哋做創作人最大嘅支持。大家好，我係多士貓，今次同大家介紹位於江門市響開平附近嘅赤坎古鎮。大家嚟呢個古鎮可以揸車過嚟，或者搭高鐵去到開平站，再打網約車過嚟都係20-30蚊。古鎮有2個售票入口，分別就係南門同埋北門。因為我哋嚟嘅當日，北門嗰邊冇停車位，所以就過咗嚟南門啦。而古鎮嘅門票每位150蚊，可以到官網買或者現場買票都可以，而且提早1日買票，價錢仲平啲。而門票嘅價錢係未包括坐園內嘅當當車同埋遊船，但係就已經包括咗觀賞景區裏邊多項嘅表演節目。如果大家嚟呢個古鎮玩，有2個精彩嘅表演，大家絕對唔可以錯過。一個就係龜徒，另外一個就係火獸。睇咗呢2個表演，我覺得已經值回票價啦。赤坎古鎮已經有300多年嘅歷史，擁有全國最大嘅騎樓建築群，保留咗600多座騎樓，而呢啲騎樓延綿3公里。呢個建築群有古希臘羅馬嘅特色，又有嶺南雕花獨特嘅僑鄉文化。電影《讓子彈飛》都係向呢個古鎮取景。景區裏邊有好多傳統特色嘅店鋪，大家有時間可以慢慢行，逐一睇下。好啦，向前行，我哋就嚟到呢個醒獅廣場。咁啱到舞獅嘅時間，我哋就欣賞下先。呢個雄獅少年表演大約係20分鐘就表演完啦。響整個景區裏邊，你好多時都會見到呢啲懷舊嘅觀光當當車。大家響馬路旁邊打卡嗰陣時就要留意一下，注意安全。不過呢啲當當車其實都開得好慢。面前呢啲有特色嘅地方都係成為網紅嘅打卡點，好多遊客會喺度打卡嘅。好啦，嚟到河邊嘅位置，呢度有幾間特色嘅餐廳。呢度坐遊船就80蚊一位，而坐當當車上層就80蚊一位，下層就50蚊一位。嚟到呢邊又係一個好靚嘅打卡位，響呢啲保留咗100年歷史嘅古街入邊穿梭步行，感受一下當時僑鄉嘅煙火氣同埋浪漫。響古鎮裏邊，除咗騎樓嘅建築物多，仲有幾座呢啲碉樓可以俾大家打卡。坐住搖橹船，悠然自在，欣賞下兩岸嘅騎樓建築，體驗一下嶺南水鄉嘅寧靜，又可以讓心靈悠閒自在放鬆一下。好啦，我哋嚟到呢邊有條食街，呢度有檔正宗嘅柴火煲仔飯，煲仔飯用真正嘅柴火燒，火爐嘅上邊見到員工喺度製作唔同款式嘅煲仔飯。
煲仔飯嘅價錢以景區嘅消費價錢嚟講都算划算，所以見到有好多人喺度排隊幫襯。當然呢條美食街仲有好多唔同風味嘅特色餐廳，大家可以慢慢比較一下。好啦，行到嚟呢個當當車嘅北站，如果大家想乘坐呢啲觀光嘅當當車，就喺前面嘅售票處買票上車啦。呢度就係火獸廣場，晚上嘅7點就會有大型嘅打鐵花表演，依家都未到表演時間，我哋再去睇下其他嘅景點先。呢個司徒公祠依家都改造成有文創、咖啡、書店、展覽嘅地方。入到嚟呢度嘅感覺都幾舒服，唔覺有壓迫感。響前邊仲有個茶室，如果行得攰，可以響呢個天井位置坐低飲杯嘢。前面呢條合心橋，當觀光嘅當當車嚟到，橋面就會放低，俾當當車駛過。經過呢間葵記陳皮門口，聞到有啲陳皮嘅香味，又入去行下先。店內嘅裝修係屬於新中式嘅裝修風格，眼望有好多創新嘅陳皮製作產品，可能幾適合年青一輩。響卓坎古鎮有2個家族係最大嘅，一個就係司徒家族，另外一個就係關氏家族。依家呢度就係關氏大宗祠。呢度有間非遺文化館，入去睇下佢賣啲咩產品先。呢間店鋪原來係售賣小時嘅玩具，泥雞禮盒裝138，單個裝就38蚊。可能你嘅手熱啊，有汗啊，你唔得水就唔買啦先。呢邊仲有其他嘅手工飾品，種類都幾多。好啦，依家嘅晚上6點半，我哋行返過去火獸廣場嗰邊，準備睇表演啦。夜晚着咗燈嘅古鎮，響霓虹燈光嘅影射之下，又有另外一番景象。響呢個廣場嘅打鐵花火獸表演就快開始啦，我唔阻大家慢慢欣賞一下。響現場睇呢個表演非常之震撼。
为中国第35处世界遗产。中国由此诞生了首个华侨文化的世界遗产，也是广东省唯一一个世界文化遗產。好啦，睇完打鐵花同埋璀璨嘅煙花表演之後，我哋就行過去赤子廣場睇龜圖嘅表演。呢場表演8點半就會開始啦，我就唔阻大家觀賞啦。归途是中国华侨新婚的爱国之情，它天国异国，饱受人提示欺压，踏上归途，只为了让家人更好，家乡更美，祖国。好啦，中意呢條片嘅請你幫忙點讚、訂閱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睇。喺度呼籲下，未訂閱嘅朋友請你幫忙訂閱啦！你嘅訂閱係我哋做創作人最大嘅支持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我哋下條片見。